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17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喜樂的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骨脆弱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，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17章。設筵滿屋，大家相爭，不如有塊乾餅，大家相安。僕人辦事聰明，必管轄貽羞之子，又在眾子中同分產業。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唯有耶和華熬煉人心。行惡的留心聽奸詐之言，說謊的側耳聽邪惡之語。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。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。子孫為老人的冠冕，父親是兒女的榮耀。愚頑人說美言，本不相宜，何況君王說謊話呢？賄賂在饋送的人眼中，看為寶玉隨處運動都得順利。遮掩人過的尋求仁愛，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。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，強如責打愚昧人100下。惡人只尋背叛，所以必有嚴厲的使者奉差攻擊他。寧可遇見丟仔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見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惡報善的禍患必不離他的家。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，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。定惡人為義的，定義人為惡的，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。愚昧人既無聰明，為何手拿價銀買智慧呢？朋友乃時常親愛，弟兄為患難而生，在鄰舍面前擊掌作保，乃是無知的人。喜愛爭競的是喜愛過犯，高立家門的乃自取敗壞，心存邪僻的尋不着好處，竊弄是非的陷在禍患中，生愚昧子的必致受苦，愚頑人的父毫無喜樂。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惡人暗中受賄賂，為要顛倒判斷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極。愚昧子使父親愁煩，使母親憂苦。刑罰義人為不善，責打君子為不義。寡少言語的有知識，性情溫良的有聰明。愚昧人若靜默不言，也可算為智慧。閉口不語，也可算為聰明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7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喜樂的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骨脆弱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，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喜樂的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骨脆弱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5章追求公義，神所愛貪戀財利，舉家哀。第16章所作所謀，交託神，謹慎言行自己身。第17章喜樂的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骨脆弱。想一想，為何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呢？